得意仔胃酸倒流，4年冇食嘢。Want a cookie？ 小朋友幾乎個個都咁為食，有零食就開心噶啦。No cookie。佢恨食餅恨到喊，但有細路仔就啱啱相反，竟然見到美食就喊。講緊嘅就係呢個英國得意仔 Daniel 啦，佢肥肥白白，睇落好健康，其實佢有自閉症，仲要插胃喉，靠營養液為生。因為佢出世冇幾耐，已經有嚴重嘅胃酸倒流，一食嘢胃酸就會湧上喉嚨，痛到佢乜嘢食物都唔敢掂。父母都冇辦法，唯有俾佢插胃喉吊命。最近爹哋知道奧地利有間醫院曾經醫好類似嘅病人，希望會籌到25萬港元醫藥費，俾個仔可以同其他細路一樣開開心心咁食嘢。